大家坐前啲啊，老師想大家坐前啲啊，唔好坐到後，唔使坐到最後嗰行啊，坐前啲啊，坐前啲，都唔係坐前一行啊，坐前10行啊，我喺前邊啊，真係可以聽得清楚啊。好，大家復活節快樂啊！咁啊，好開心啊！啱啱過去一個禮拜，有部分嘅弟兄姊妹都有出席咗春靈會嚇，咁喺當中亦都真係有得着嚇。我聽到大家喺當中都好開心嚇，可惜我就要上堂嚇，咁我就去唔到。但係今日可以同大家再次翻嚟福音聚會，咁副牧師佢哋能夠嚟到同我哋一齊再次嘅分享，咁都係感恩嚇。咁我哋懷著一個感恩嘅心一齊去祈禱先，好冇？一個禱告。上帝，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俾我哋有恩典，你已經復活，你戰勝死亡，你嘅光要照遍呢個世界。上帝，你係我哋真係要渴慕嘅一切。今日有牧師喺我哋當中為我哋分享從你而嚟美好嘅信息，求你預備我哋嘅心靈打開，讓你嘅信息同我哋直接嘅對話。多謝主，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好。弟兄姊妹請後邊啲坐後邊嗰啲坐再前一啲好嘛？因為覺得太後咧，我就覺得好似好散咁樣啊。我都唔使咁大聲啦，我講到細聲啲得啦，你坐前先。後邊嗰啲弟兄姊妹，我哋都請你入嚟啦，好嘛？嗱，我哋啱啱有啲弟兄姊妹咧，係從春靈會去到個灣瀾嗰處翻嚟嘅。我請問下，我哋當中有幾多個去春靈會嘅？1、2、3、4個。我今日都揀咗一首歌咧，係我哋春靈會嘅主題曲嚟嘅。陣間我哋試下，你哋識唱嘅你哋唱下，唱大聲啲。唔識唱嗰啲就唔翻啦嚇。咁我哋都學呢首歌啦嚇。嗱，首先我哋唱一首歌咧，就係用一種我哋感恩嘅心嚟唱呢首歌，謝謝我主，多謝我嘅主耶穌基督。我哋先請大家聽一次先啊，好簡單一首詩歌，好容易唱一首詩歌。祝福。
沒就錯。呢首歌最後一節係最好嘅。謝謝我主，常需你我，無懼前往，靠着神恩必得勝。謝謝我主。嗱，今次我請大家起立嚟唱好嘛，因為呢首歌好低嘅，如果你錯字唱唔出嚟嘅。謝謝我主，是人以自我，從未嫌棄，抱緊我入你懷。謝謝我主，關心我體諒，常維護我，在恩典裏改正。謝謝我主。從未嫌棄，抱緊我入你懷。謝謝我主，關心與體諒，常維護我，在恩典裏改正。謝謝我主。多謝你在過去嘅年日，你一直嘅拖帶着我哋，看顧着我哋，遠遊我哋走前面嘅每一個路站，每一個台階，無論我哋遭遇到乜嘢，你總係在我哋嘅身邊維護着我。多謝你，你只俾我哋嘅應許係非常嘅寶貴，你只係話你俾我哋嘅係祝福，從來冇就咗，因為你愛我哋每一個人。天父啊，巴不得你俾我哋有一個咁嘅心志，我哋享受神嘅愛，得着神嘅愛，亦都領受咗神嘅愛。但係神亦都俾我哋一份同關懷，呢份嘅愛心，去關心，去愛神你所愛嘅每一個嘅人。因為每一個人在你嘅面前都係寶貴，都係你要得着嘅，因為你願意萬人得救，寧願一人嘅沉淪。喺度位主啊，求你俾我哋能夠為你做光，照在呢個黑暗嘅世代，做鹽影響人嘅生命。願神你帶領我哋今日嘅聚會，神你嘅祝福臨到我哋每一位，享受神你嘅恩典。從來神你冇就撞着我哋，讓我哋咁樣向你祈求，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
請坐。第二首詩歌咧，如果你去過春聯會咧，呢首詩歌係春聯會嘅主題曲嚟㗎嚇，光與鹽。有邊個再舉手嚇？春聯會咧幾多個？希望你大聲唱，帶領我哋唱嚇。OK 都好啊，你哋有啲有。上一上啊，啲字好好嘅，細聲啲講，大聲啲。我是誰？花美麗，愛生命之情，一相對。我是誰？藏有底裏，暗會遭人忘了我是誰。人要放在他台上，那一剎黑暗多照亮。人心中期待起形象。春年會人太少啊，識唱嘅人太多，所以再嚟唱多一次先喎，從頭開始講。花美麗，無比生命。
一位都能夠觸摸到主你自己個心懷，你與萬人都因都得救。巴不得我哋每一位在你嘅面前嘅人，我哋都向神立住，要做光照呢個世代，要做鹽去影響呢個世界嘅人。巴不得神你自己使用我哋嘅生命成為一個有用嘅器皿，在世上我哋係你個見證。巴不得我哋每一位都能夠成為神你忠實嘅兒女，活出神你嘅真像，活出神你俾我哋美好嘅見證。願神你祝福我哋以下嘅時間聚會，祈禱奉耶穌嘅聖名。阿們。今日咧，我講呢個題目咧，神家跨越，要得人得家。呢個題目咧係和景堂嘅今年嘅主題嚟嘅。其實我啱啱係喺和景堂咧，我就講咗呢個題目，就俾我哋開始睇到乜嘢應該跨越嘅，點樣去得人，點樣得家。咁我哋睇今日嘅聖經啊，《以斯帖記》嘅第4章第1節開始。其實咧應該讀晒《以斯帖記》全部聖經嘅，但係太長，10章變得太長，即係揀出呢段嚟讀啊。末底改知道所作嘅這一切嘅事咧，佢就將衣服撕裂，穿埋於蒙灰塵，在城中行走，痛哭哀號。到了朝門前就停住腳步。點解咧？因為穿麻衣嘅唔可以進朝門。王的兒子所到嘅各省各處嘅猶太人都大大嘅悲哀、禁食、哭泣、哀號，穿麻衣躺在灰中嘅甚多。末底改就將自己所遭遇嘅事，並哈曼為滅絕猶大人應許捐入王庫嘅銀數都告訴了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見末底改說，因為王啲一切嘅臣僕和各省嘅人民都知道，在見我了見王，無論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現在咧，我沒有無王召去見佢，已經係30日了。呢條係咪少咗啊？啱。第4節嘅第8節嘅時候話，又將所抄寫全卷書珊城滅絕猶太人嘅旨意交給哈塔格，要給以斯帖看，又要給他説明，並囑咐去佢見王，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懇切嘅祈求。哈塔格回來，將末底改的告訴以斯帖，就頭先我哋所讀嘅右轉頭啦，呢個冇啦，我讀第12節啊。就把以斯帖這話告訴末底改，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你莫想在王宮入邊咧就強過一切猶太人得免這個。第14節嘅説話，你如果現在閉口不言，猶太人必從別處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個父家就必滅亡。焉知你得了皇后嘅位分，不是為現今個機會嗎？第15節嗰時話，末底改就吩咐人去回報末底改說：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嘅猶大人，為我禁食3晝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個宮女也要這樣禁食，以後我就違例去見王，我就死就死吧。呢句説話係重要啊！你睇下呢個以斯帖咧，佢用佢自己嘅生命付出呢個代價，為咗佢嘅同胞嗰樣之親，死就死吧。17節嘅話，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吩咐嘅就去行啦。嗱，今日咧佢要從以斯帖以及以斯帖所處個時代嚟睇一睇我哋今日嗰個題目：神家跨越，去得人得家。我有一個弟兄咧就教我用 ChatGPT 去查考呢個題目嘅個意思，咁我真係去學喎。佢教咗我，梗係要學啦，老人都要學呢啲嘢㗎嘛。我問咗好多個問題，但係冇一個答案係滿足我心意嘅。我只有睇到2句説話好重要嘅，一個就係使命，
一個就係召命。所以你今日我就用佢呢兩句説話啦。嗱，呢個題目係咩意思咧？好清楚嘅講出我哋教會嗰個使命，亦都好清楚嘅指出每一個信徒應該有嘅召命。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最重要嘅。你要知道我哋教會嘅使命，去得人得家，亦都知道我嘅召命，去要得人去得家。咁啊好嗱，以斯帖咧係一本好特別嘅書嚟嘅。如果你翻去讀啦嚇，因為呢本書在66本嘅聖經中咧係唯一本咧全然冇提到神或者上帝呢個名詞嘅書。你翻去讀一讀你就知道啊！我而家講你可能唔知，你讀過你睇到你揾唔到一個神字，你揾到上帝呢個字嘅。咁奇怪啦嚇，因為聖經係講神講上帝，點解呢本書冇咧？嗱，弟兄姊妹，以斯帖記冇提到神或者冇提到上帝個字，就唔係代表神或者上帝唔在其中，神冇工作。其實成本以斯帖記咧，我哋都睇見神喺處主宰着一切，掌控着一切，看顧着一切。點解呢本書完全冇神呢個字或者上帝呢個字咧？因為咧，在呢本書入邊，神呢個字或者上帝呢個名詞咧，係以一種好特別嘅方式喺神學上嚟講，係聖經文學嚟講咧，所謂嘅係個離合體嚟出現嘅。嗱，呢本書中神或者上帝以呢個字以離合體出現過嘅一共有5次。嗱，呢啲分一啲。就算你睇唔到㗎啦嚇，你慢慢除非你查原文你睇到啫嚇。第1章嘅20節，第5章嘅第4節，第5章嘅13節，第7章嘅第5節，第7章嘅第7節。如果你真係睇一睇而家就好容易啦，你查即係GPT都可能揾到呢啲嘢啊。咁啊，成本以斯帖記都俾我哋睇佢呢一位慈愛嘅神，信實嘅神。對自己個百姓、對自己嘅子民嘅眷佑、個看顧同埋保守。事實上咧，整本嘅以斯帖記都係喺處彰顯着所謂天道個權能。天道英文係 providence， 呢個字咧係拉丁字出嚟嘅 providence。嗱，你知道 pro 就係事先啦，而先可以在前啦 ，video 睇見啦，意思係講。成本以斯帖記都俾我哋睇到神已經預先知道、預先睇到啦，而且佢真係喺處睇住咗、掌管咗一切，唔使擔心嘅。我睇見啦，成本以斯帖記就係講呢個説話。嗱，如果我哋要了解以斯帖嘅歷史背景咧，我哋一定要同時讀其中嘅2本好重要嘅書，一本書就係尼希米，一本書咧就係以斯拉呢2本書。點解咧？因為呢3本書係代表咗以色列歷史中一段非常非常嘅時段嚟嘅。嗱，以色列國係在主前嘅933年喺所羅門死之後咧，就分裂成為北兩國，南國就係猶太國，北國咧就係以色列國。南國只有2個支派啫，以色列人當中有12個支派，但係南國只有2個支派，就係猶太支派、便雅憫支派。北國咧喺12個支派中有10個支派係屬於北國以色列嘅。係北國一共有19位嘅君王，19位當中冇1位係好王，個個都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背逆神、抗拒神。所以神嘅公義嘅審判就臨到在主前嘅721年咧，就亡於亞述國。而南國咧好啲，一共有20位嘅君王，其中咧有8位嘅王咧算係好好嘅王。但係最後佢哋係步上咗北國嘅後塵，都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結果咧就在主前嘅586年咧，就亡於巴比倫，而且咧百姓都被擄到巴比倫。嗱，猶太嘅亡國係因為佢哋背逆
犯罪，亡國係神呢位公義嘅神嘅審判，但係神在佢個公義嘅審判中，亦都有佢豐盛嘅慈愛，佢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嘅口應許佢自己嘅子民百姓，在70年之後咧，佢哋就可以重回到佢哋個國土家園，重建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重建耶路撒冷嘅城牆。真嘅，我哋嘅神真係一位信實嘅神，一位守約施慈嘅神。佢講過，佢應許嘅説話一定會成就嘅，所以在70年之後，時候滿足啦。好特別嘅，神就感動咗當時嘅霸主波斯王嘅古列，下個旨意落嚟，應許所有被擄到其他各國嘅百姓都可以回去到佢哋嘅故國家園，重建佢哋嘅城牆或者耶路撒冷。嗱，當時咧回去嘅人多唔多啊？願意翻嚟多唔多？多唔多？你睇下讀下先，多唔翻去咁願意好甘心翻去耶路撒冷，翻去重建聖殿嘢，多唔多？唔係好多人㗎。點解你想一想啊？70年之後，第幾代啊？經過70有幾代？我哋而家你講呢第二代呢度出生嘅應該叫咩？叫 BBC 係嘛？佢哋可能中文都唔識講㗎啦，就係講英文嘅啫。你想下你70年之後呢一班被擄到巴比倫被擄到嘅，而家同埋波斯國啦，有幾多個仲會想到翻到耶路撒冷？有幾多個仲會想翻嚟？有嗎？有幾多想翻嚟？佢哋70年呢第二代，可能第3代、4代啦，佢哋生在異國，長在異國，受教於異國，享受在異國，點會再長途跋涉翻到頹牆廢瓦嘅耶路撒冷啫？所以翻去嘅人唔係好多㗎。初時俾路嗰時，佢哋就真係好懷念自己個國土家園。如果你讀詩篇131篇咧，話佢哋嗰個坐喺巴比倫嘅嗰時坐喺河邊嗰時，一想到我哋個國家，我哋就哭啦。嗰啲人叫我哋唱歌，啲外邦人，我哋真係唔可以唱啦。我哋寧願將個琴掛喺柳樹上啊！佢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如果忘記你咧，我寧願我個手忘記咗記啊，左手右手忘記記。我忘記你，我寧願個舌頭貼於上膛。你知唔知咩意思嘛？忘記個手個技巧就唔做工啦。我願意乜都唔做，貼於上膛咧，你試下貼於上，將呢個舌頭貼於上膛，係點啊？講唔講到話？我寧願默默無聲唔講話。嗱，你睇下當時佢初時佢哋班人對你個故國家園係咁深個懷念，人70年之後已經乜都冇啦。我都嚟咗英國30幾年啦，當然我好想翻去見下我個女，我女咪一嫁就嫁到咁遠啊嘛，梗係翻去睇佢啦。如果佢喺處嘅話，我都唔想翻去啦。話你嘅70幾歲嘅人坐飛機好辛苦，上到國腳都腫晒。我哋連同阿師母都講話，今年係最後，今年係最後，未有最後又翻，今年又翻去咪最後啦，今年唔翻啦。但係都要翻你個女喺咁遠啊嘛，嫁到幾千里之外咁啊，又得個女咁咪點都要翻去睇下佢咯嚇。但係如果我真係個女唔喺喺嗰度，我唔翻，可能都唔翻30年啫喎。差10幾年呢啲長弟喺呢度嘅，行呢度第二代 BBC 咩 BP 第二代，second 仲想翻去，所以翻去嘅人唔係好多嘅啊。所以嗱，以斯帖記咧就係記載呢啲唔肯翻去嘅，仍舊留在波斯地嘅子民。嗱，有翻咗一批人，唔係好多人翻到去重建耶路撒冷嘅城牆，重建在以斯拉帶領之下就叫做聖殿，在尼希米帶領之下建為城牆。但係以斯帖係記載嗰啲仍舊留喺波斯地嗰啲猶太人。嗱，呢個時候佢哋嘅遭遇到嘅係亡國滅族嘅大危機。佢處在一個咁嘅境況，點解會咧？就因為咧嗱，呢個末底改呢個算係猶太人當時嘅領袖咧，佢唔肯向
波斯嘅亞哈隨魯嗰個寵臣哈曼嚟下拜。而呢位波斯嘅亞哈隨魯王咧，竟然間聽信咗呢位寵臣哈曼嘅話咧，就下咗一個嘅聖旨，定在亞達月，即係12月13日咧，要將所有寄居在波斯地嘅全然嘅神嘅主民百姓，無論男女老少，全然嘅滅絕。將呢啲所謂移民啊，如果今日嚟講英國而家下一個咁嘅旨意嘅話，我哋都死定啦，真係啊！所有嘅移民你都要滅絕晒啊！呢個當時佢哋嘅處境就係咁噶啦。嗱，當時神嘅百姓、神嘅子民係處在呢個亡國滅種嘅大危機之中，雖然痛哭流淚，處在極端嘅滅亡或者冇希望之中嘅時候。皇后以斯帖咧，以斯帖書嘅以斯帖呢個人咧，佢都係猶太人喎，但係佢係嫁入咗皇宮成為皇后，喺皇宮入邊養尊處優，生活舒適悠閒，受人尊敬。宮殿嘅4幅嘅圍牆，優越舒適嘅生活，佢根本上聽唔到佢自己同胞百姓嗰種嘅呼聲，唔知道佢哋自己嘅同胞百姓已經面臨着亡國滅種嘅大危機，佢唔知道佢自己嘅同胞係處在極端嘅苦困絕望之中。弟兄姊妹，想一想，今日我哋呢啲在神家裏嘅人，喺教會入邊嘅人，呢個係咪我哋今日嘅情況咧？今日教會嘅4幅嘅圍牆，係咪將我哋關喺入邊，叫我哋睇唔到我哋嘅同胞、我哋嘅骨肉之親嘅需要，以及佢哋在最終嗰種嘅苦困呢？又有幾多人我哋真真正正去觸摸到神嗰一份愛世人，唔願有一個人沉淪失喪嗰種嘅心懷？弟兄姊妹，請我哋就咁講，我哋今日好多時，我哋根本上就冇負擔，我哋都係冇照明。今日我哋係處在一個科技極端發達嘅時代啊！嗱，所謂嘅人工智能，頭先我講過你 A1 啊、ChatGPT 或者 DeepSeek 啊，哇，真係好有用嘅！我而家喺度學緊呢啲嘢啊！哇，我曾經咧，因為最近咧有一位我哋唔係教會，係一位外出嘅姊妹咧，48歲。就自殺而死，咁我唔係信主㗎嚇，咁啊佢哋朋友啦同埋殯儀館咧要請我去主持嗰個葬禮，咁啊唔經耐又收到個電話喎，有一個86歲嘅老人家又係自殺死喎，又唔係我哋教會嘅人，外出嘅人嚟嘅，咁我想啦，我要講啲咩道理咧？我自殺而死嘅又唔係信徒嘅，我要如果你係信徒就好容易講啦，我就梗係鬧你啦，你點解會自殺啫你？唔信嘅人喎，所以我唔係喺ChatGPT查一查，我應該講啲乜嘢啊？祈禱嗰時應該點樣為佢祈禱啊？用啲咩經文？哇！真係犀利啊！呢啲 ChatGPT 啊，哇！寫一篇個講章我咧真係寫到好得不得了，我自己都諗我都寫唔到咁好嘅講章，真係好厲害喎！當然我唔會照佢咁講啦嚇，係啊，我睇下我參考下，而家好多嘢我都可以參考嘅嚇。當然而家就有阿小林就好關心我哋嘅身份咧，因為我哋係永居嘅人，佢就話：你如果你快啲申請 E-Visa， 如果唔係你連英國都入唔翻嚟嘅出咗去。咁我成日都喺度問啦，到底我哋呢啲所謂嗰啲貼紙嘅永居嘅身份，要唔要攞呢個 E-Visa 咧？每一次都話我哋唔需要嘅，但係有一次真係睇到可能需要喎，咪嚇驚晒咯咁啊！我呢啲嘢都係有時係咁，唔緊要，我哋講話人工嘅智能的確係好有幫助，值得我哋學㗎嚇。所以我哋嗰個教好多個所謂崇柏傳嘅啲長者團契啊，呢個月係咪啊？推傳啊！呢個月我哋要教呢啲70、80歲嘅老人家學呢個所謂人工智能啊，就佢哋就係我值得去學嘅。我哋嗰啲班人，我哋嗰啲弟兄姊妹負責長者團契人，好有心㗎佢哋啊！咁啊，呢個月就係教佢哋學人工智能啊，咁啊當然好有用。
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老一輩嘅人，我真係到而家我都唔明白點解咁犀利啫，真係啊！哇，咁快脆喎！一刻一個問題問佢咧，唔夠1分鐘，唔使1分鐘啊！最多20秒、30秒，佢就全部俾一個嘅答案俾你啦，真係犀利。所以咧，呢啲我哋雖然唔知道唔明白，值得學嘅。嗱，弟兄姊妹，睇下我哋今日弟兄姊妹，你想下我哋今日嘅世代，你着嘅衫、着個款式，秦始皇冇着過嘅喎。你想嘅秦始皇係着過你咁衫啊？有冇啊？Jenny， 哇！你好時髦啊！你個衫啊！又遮住兩個就係佢啦，陳超邊有着過啊？你坐到用個電腦、手機、拿破崙都冇用過啊！你坐嘅汽車，哇，唔同款式嘅汽車啊，凱撒大帝都用過啊！今日我哋享受到呢啲許多新嘅科技，但係請問下，呢個係咪解決咗我哋心靈真正嘅需要咧？21世紀。我哋咁咪真係走向兩個非常大嘅極端。第一，物質文明嘅發展咧，使到今日嘅人得到最高端嗰個享受。但係咧，亦都因為咁樣嘅發展，我哋亦都放棄咗我哋心靈嗰個真正嘅最基本嗰個信仰，以至到我今日嘅人咧係落咗一個不可收拾文明嘅解體嘅境況中。我好欣賞呢位18世紀瑞士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嘅羅素所講過嘅一句嘅説話。佢話：邊處有大個學問，嗰個地方嘅人心理就虛空，道德就更墮落。18世紀唔係今日呢個世紀啊，大概300年前，300幾年前係超過300年前，呢個人講一句咁嘅説話。邊度個地方有大學問，嗰個地方嘅人咧，心靈就更加嘅虛空，道德就更加嘅墮落。睇下真係嘅，最先進嘅國家可能係道德最多嘅國家，有最好物質享受嘅國家，可能係心靈最虛空嘅國土。點解？因為每人嗰個內邊嗰個罪根冇得着解決。人如果唔曉得翻到嗰一位做我哋嘅神嘅裏邊嘅話，人內心裏邊最基本嘅問題，永遠都唔能得到解決嘅。我非常嘅欣賞第4世紀偉大嘅神學家、哲學家奧古斯丁曾經講過嘅一句嘅曠世名言。奧古斯丁話：人永遠都唔會得喜樂。永遠都唔會有平安，永遠都唔會有滿足，除非我哋翻到嗰一位做我嘅神嘅裏邊。呢句説話真係一下就真係講中人類真正嘅需求。只要我哋翻到呢位做我嘅神嘅面前，我哋可以得到赦罪嘅喜樂，可以得到平安，得到滿足。如果唔係，永遠都唔會得到呢啲嘢。所以今日當我哋沉思在呢一個題目嘅時候咧，我真係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都將自己放在神嘅裏邊。我再講，當我哋去想呢個題目嘅時候，首先我哋一定要將自己放喺神嘅裏邊，用神嘅心、神嘅旨意作為我生命嗰個取向，以神嘅事作為我生命中最重要我要做嘅事情嚟嘅，真真正正去認識呢一位我哋所信，我哋真係要去傳個耶穌，係今日世界上嘅人最需要嘅一位嘅救主，而且我哋更要靠着聖靈所賜俾我哋嘅力量，肯去傳、去講，向呢個世界嚟挑戰。更重要嘅就係弟兄姊妹，我哋係唔係已經準備好去肩負起呢一個使命，用主帶來嘅福音向我哋所居住嘅呢個社區嘅人嚟挑戰？而你問我係咪真係確實知道我所信嘅事實？你一定要知道我所信嘅事實，清楚我所信嘅事實，
正能夠將你所信嘅事實，你清楚知道你所信嘅事實，同人分享、向人傳、向人講。嗱，德國有位好出名、好傑出嘅藝人，叫做 Valenti 呢個人啊，佢經常都會演出一個叫做咩？叫做光圈類嘅尋覓嘅諧劇嚟嘅。呢個諧劇對我覺得對我哋今日個教會真係一個好恰當嘅提醒嚟嘅。呢個諧劇係咁嘅，一開始嘅時候，整個劇場係寂靜黑暗一片，然之後咧就個舞台上咧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光，即係在舞台上出咗光圈啫。咁啊，呢個主角咧就呢段就出場啦。咁啊，出場之後佢就在呢個大個光圈上非常焦急嘅喺處揾嘢，好似失咗一種好重要嘅，佢一定要揾到個嘢就周圍揾。咁啊，當呢個主角呢段在光圈裏焦急尋找嘅時候咧，一位警察就出場啦。當佢睇見呢個人咁焦急喺處尋覓咧，就問佢：喂，先生，我睇你咁焦急，到底你喺處揾乜嘢？你失咗啲乜嘢啊？咁啊，呢個人呢段就話：警察先生，我喺處揾個大門個鎖匙啊！我如果揾唔到咧，我今晚就露宿街頭。哇！你睇下冬天啊，露宿街頭好可憐㗎。咁啊，警察聽到就好同情佢。我幫你一齊揾啦。咁兩個人咧就喺光圈嗰時揾佢呢位嘅先生所失去個鎖匙。其實咧揾全整個香啲都揾唔到有鎖匙。事實上嗰啲觀眾一眼就望到喺光圈入面乜都冇嘅，乜都冇解揾唔到啦。咁啊揾咗好耐咧，呢位警察先生就再問佢：喂，你係咪好清楚知道你條鎖匙就喺呢處唔見㗎？你睇下呢個所謂嘅呢段點答咧？佢唔係我哋講指咗光圈後外邊一個好黑暗嘅角落，佢話咧：我條鎖匙喺嗰處唔見㗎。哇！呢個警察咧就真係發火啊！冇搞錯啊！你黐線㗎！呢條鎖匙喺嗰處唔見，就喺處嚟揾。你睇下呢個人點答咧？佢話：因為我是用光，呢處有光咪喺處揾咯，嗰處冇光啊！我鎖匙喺度唔見，喺嗰處唔見，因為呢度黑暗冇光，我喺度揾。你見唔見？今日喺教會係咪咁？我哋唱詩，我要傳福音，我要救靈魂。你喺邊處唱啲詩喺教會唱？我要救靈魂咧，邊度救靈魂？教會入邊救靈魂。4幅嘅圍牆圍住我哋只係在光圈入邊揾嗰條失去嘅鎖匙。其實嗰條鎖匙係個黑暗角落頭。因此我希望你能夠明白我所講嘅意思。宣教我喺邊處講？傳福音救靈你喺邊處講？好動聽，我唱詩唱得好大聲，正話好似頭先我哋所唱嗰個主題曲嘅，只剩一張嘴啊！係咪啊？我哋只係喺度唱啫嘛，我哋喺處講嗰只剩一口一張嘅嘴。頂住我唱得好大聲，好動聽，但係一啲實際嘅行動都冇。我哋今日就係處在咁一個時代。我哋個教會淨係咁樣，我哋呃咗人，我哋呃咗我哋嘅神。我自己作為一個牧者，我真係深深覺得我好虧欠咗神，我對唔住咗萬萬千千神所愛嘅世人。今日十架架真係需要我哋用愛，用嗰個行動。跨越咗呢個教會嘅4幅圍牆，我哋出去得人，我哋出去得教，唔係喺教會。我個人感覺，實在我哋個教會呢個同呢個社會嘅社區啊，真係太過隔膜咗啦。我哋教會入邊所用嘅儀式啦，我哋所用嗰啲宗教嘅術語啦，我想咧呢啲所謂儀式、宗教術語，你每個禮拜全用㗎嚇。
只有嗰啲我哋成為教會個好似專利品咁，只有嗰啲從細到教會浸大嘅人，你知道講啲乜嘢嘅，係咪啊？你講啲嘢，我出嚟都唔知你喺度講咩。嗰啲講你一直喺教會長大，而家知道啦。今日個教會師傅成咗一個咁高，我好喜歡呢位德國神學家 Movement 佢所講嘅説話。佢個説話真係指出今日教會最大嘅弊病、最大嘅危機。佢話今日教會最大嗰個危機就係福音嗰個貼切性同埋嗰個確切性。咩意思咧？咩叫貼切性？咩叫做確切性咧？嗱，所謂貼切性就係我哋所傳、我哋所講嘅，似乎好似與世無關，根本上引起人心靈嗰個共識、共鳴啊！所謂嘅確切性咧，係指咗今日一啲教會為咗迎合呢個世界人嘅喜愛及性個取向嘅潮流咧，我哋不惜犧牲咗純正嘅福音，以及主耶穌基督用佢個寶血所買贖嗰個聖潔教會，我哋竟然間去認同聖經明明指明係罪嘅同性戀同埋同性婚姻。其實有人強迫我哋咁做咩？冇，係好多人今日好多個教會係甘願放棄咗呢種純正嘅真理做信仰。神嘅家、神嘅教會應該係神聖嘅，應該係聖潔，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係神用佢個寶血所買贖、所潔淨嘅。教會係神用寶血所買贖翻嚟嘅，但係今日我哋人卻去迎合世人嘅喜愛同埋趨向，或者我哋認為我哋咁樣做同人一樣，又會得到人嘅接受、人嘅喜愛，而家係教會錯啦，同流合污，即係使到教會走向一個更加衰落、更加沒落，使人更加睇唔起我哋教會。正如我咁講，我哋真係跟到呢個潮流，更加睇唔起我哋嘅教會，更加唔將你教會放喺眼中入邊。所以今日我哋一定要翻到聖經，用神嘅眼光嚟睇到人嘅需要。整個世界上嘅人，佢哋都係迫切嘅需要主。我好喜歡呢首歌嘅，人民走過我嘅身旁，他們眼中流出心中個虛空與愁煩，走向未知道。人民走過我身旁，他們眼中流露出。呢個你大家都識唱呢首歌啊！人生嘅路程係極艱難，整日心恐懼，歡笑掩飾人嘅哭泣，只有耶穌能夠醫治。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當美夢破滅之時，他為人開路。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可笑我們再知，人民需要主。你知，何時我哋知道人真係需要主呢？1968年嘅1月20號啦，美國總統嘅就職就係呢日，尼克遜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嘅時候，佢講咗一番非常值得我哋深思嘅説話。佢話：我哋個科技嘅成就咧，使到我哋能夠升上太空、登陸月球，冇錯。我哋係能夠征服咗嗰個外太空，但係我哋卻不能解決呢個世上人嘅內太空。佢用咗兩個好特別嘅字眼 ，outer space 同 inner space， 外太空。係我哋征服嗰個外太空，但係我哋卻冇法子解決人內心嗰個空。冇錯，佢嘅説話係講出，直到今日都係
呢個世界人個境況。我哋今日嘅世界淨係一個點樣咧？物質好豐富，但係我哋個內心好貧窮，心靈好虛僵嘅所謂內太空嘅時代。20世紀一位非常傑出、非常偉大嘅人道主義者，亦都係非常偉大嘅宣教士，個名叫做 Albert Schweitzer， 史維七博士。呢個人係好厲害嘅事㗎。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佢應該擁有咗5個博士學位，醫學博士啦、神學博士啦、文學博士啦、音樂博士，仲有一個咩博士我唔記得，唔記得，哲學博士。總之咧係一個非常叻嘅人，但係想唔到㗎，佢竟然間放棄人所羨慕嗰種嘅世界上嗰種嘅財富、嗰種嘅地位，獻身做宣教士，去到非洲一個非常落後嘅地方。做一位神嘅宣教士，有人就問佢：喂，佢係史維七博士啊！你咁樣嘅威望，你可以做神學院嘅院長，你做音樂學院嘅院長，你仲可以做總統嘅顧問，點解你做宣教士啊？佢就話有2件事使到我決意將我整個嘅生命獻俾主嘅，叫我去到非洲傳教士。係邊2件事咧？第一，佢話呢個世上人嘅罪惡以及人心中嘅苦痛。我知道，只有神嘅救恩、福音嘅大能，即係能夠解決人嘅罪和人心中嘅問題。第二咧係人心中嗰個虛空。我知道，只有神嘅大愛、基督嘅救恩，即係能夠填滿人心靈嗰個空。真嘅，就係因為呢2個問題，佢知道。大能福音，神嘅救恩能夠解決人嘅需要、人嘅罪、人心靈嘅虛空，所以我將我自己嘅生命全然為神擺上。我再一次再強調，我頭先講過第4世紀呢位偉大神學家、哲學家奧古斯丁所講過嗰句説話：人永遠都唔會有喜樂，人永遠都唔會有平安，人亦都唔會永遠有滿足，除非我哋肯翻到嗰一位做我嘅神嘅裏面。第二咧，呢個係一個迷失嘅世代嚟嘅，冇錯，我哋都係活着。但我請問下，有幾多人真真正正知道我哋生命嗰個方向，以及我哋存在嗰個目標？你知唔知？你生命嘅路向係咩？我存在嘅目標係咩咧？20世紀初，法國嘅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嘅哲學家叫卡默，佢曾經在佢寫過一本好出名嘅書，叫做《西西弗嘅神話》。喺呢本書咧，係講到呢個書中嘅主角西西弗咧，佢得罪咗天上嗰個神。呢位神咧就罰佢啦，罰你做一件事，做咩事咧？好簡單嘅啫，呢件事要叫佢將一塊大嘅石頭從個山坡下邊搬到山坡上邊，咪住喎！搬到山坡上邊，又要叫佢將個大石頭從山坡入邊推翻落嚟，又要從下邊又同樣搬翻上去，搬翻又推落嚟，又搬翻上去，好簡單嘅刑罰啫！日日就係不停嘅做着一個工作，將大石推上山，推落嚟，搬上山，推落嚟，搬上山，推落嚟，好簡單嘅刑罰。弟兄姊妹，你想做乜嘢咧？同呢個刑罰，重複又重複，每日做就同樣嘅工作，同樣一樣嘅事情，呢個係咪我哋嘅生活？請問你係咪你嘅生活？唔係，呢個簡單嘅刑罰，事實上係我哋生命嘅狀況。你想下睇㗎，我哋做餐館、做魚條、做飲食業嘅人啦，我請問下，我哋嘅生活係咪咁樣？從個爐頭到枕頭，枕頭又翻到爐頭，爐頭翻到枕頭，枕頭翻到爐頭，從睡房搬到去廚房，廚房又係翻返去睡房，睡房又係廚房，每日係咪啊？我當然你有其他嘅嘢，但係你嘅生活就係咁樣，從爐頭走枕頭，枕頭到爐頭，廚房到睡房，睡房到廚房。好啦，打工一族啦嚇，個個都係大忙人喺度打工嘅。
同一個車站趕到另外個車站，又從呢個車站翻到原來個車站，同一間屋去到另外一間屋，從呢一個另外一間屋翻到另外一間屋，日日都係咁樣。每日翻工放工，翻工又放工，一心忙住係翻工放工賺錢養家。結果一日體衰力弱啦，哎呀！我想忙啊，努力行咁忙，嗰陣時仲忽然間恍然大悟嘅智慧，到底我呢一生我為誰辛苦，為誰忙呢？俄國一位好出名嘅大文豪托斯托維斯基講過一句好有意思嘅説話。佢話咧，人生最大嗰個秘訣唔係單單只係為咗生存㗎，而係可以為咗一個目標、一個些有意義嘅事情而活。如果一個人活着冇一個目標，人會拒絕落去，佢寧願毀滅自己，都唔願意在豐衣足食中苟且偷生。嗱，我請大家用一啲時間想一想佢講呢句説話。人生個秘訣係咩咧？係咪只有生存？唔係㗎，我哋活着，因為有一個目標。我哋活着係為咗做一啲有意義嘅事情啊！如果你生活冇目標，冇一個意義嘅事情，真係好似所講，寧願毀滅自己，都唔願意在豐衣足食中苟且偷生。嗱，我覺得呢真係一句好有意義，對我哋嘅整個嘅生命好有提醒性嘅一句嘅説話嚟嘅。1961年7月2號，世界上發生一宗非常震撼咗整個世界嘅自殺案件。自殺幾乎日日都發生嘅。點解呢個7月2號1961年嘅呢個自殺能夠轟動整個世界咧？因為呢個自殺嘅人唔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大家猜下睇嚟睇下記唔記得？邊個人自殺咗嘅？有啲人可能未出世啊，咁邊個？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人，諾貝爾佩勒子兩大文學獎嘅得獎人，叫做海明威。海明威寫過一本佢得獎嘅書叫咩？大家啊，《老人與海》啊，冇錯啦。嗰一日就係嗰朝早，佢用自己嘅獵槍。然之後開住個口對準自己個口，砰一聲，一粒子彈將佢整個半個腦袋都炸破咗。死嘅時候62歲。嗱，呢個自殺真係震撼咗整個世界。好多人喺度問：點解會自殺咧？點解一個人會自殺咧？名佢有啦，錢咧佢有啦。享受咩？佢可以任意創造，而且你讀你個創作啊，唔係單呢本書，讀佢所有嘅創作，幾乎都係強調到奮鬥呢個人力嗰個重要性、嗰個自豪性。嗱，經過多方嘅探測考究之後，卒之咧有人咧就係在所寫嗰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嗰本書《老人與海》嘅書中，算係都唔知道係算係揾到佢自殺嘅原因。嗱，到底有幾多人讀過呢本書《老人與海》？有幾多人讀？冇就我就簡單講下啦。呢本書嘅主角係一個漁夫，叫做成基亞哥。呢個成基亞哥咧，最年青嘅時候係一位非常傑出嘅打漁人嚟嘅。所以我喺個海江嘅漁港入邊咧，所有漁船出去，佢都係俾所有嘅船主爭聘嗰個打漁人嗰個對象嚟嘅。但係年紀慢慢大啦，老啦。體力衰退啦，從此咧就冇人再請佢啦。呢啲係冇人嘅感覺，好似我今日都知道，我呢個係廢人嚟嘅，80幾歲嘅人啊，都係。如果你講請牧師嘅話，請唔請傅大衛啊？請傅大衛差唔多都去啦，仲請傅大衛。所以年紀大就有咁嘅悲哀啊！咁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啊，年紀老咗啦，體力衰退啦，出海嘅時冇一個人請佢。哇！佢真係心中好不忿啊！自己覺得好失落，俾遺棄
佢就立咗一個嘅心志咧，佢要決定向全漁村嘅人證明佢雖然年紀大咗，佢原來係一位好傑出嘅漁夫，原來係一位好有用嘅人啊！嗱，冇人請佢，咁我自己去啦。佢就自己抄咗一條小漁船，唔係打魚嘅船啊，啲船仔就出海。佢要做咩咧？佢要叫一條咧係所有嘅出海嘅漁船從來冇打過咁大條嘅魚，嚟證明我呢一個聖地亞哥應該係一個最偉大、最傑出嘅漁夫。真喎，佢就抄咗條小船出去，84日佢都冇釣到所想要釣到個大魚。唔係冇釣到魚啊，有，佢要釣一條唔係人家所謂嘅魚仔啊，佢釣一條大魚，全個漁村都冇打過咁大條嘅魚嘅，卒之第85日真㗎，哇！佢真係打到一條大魚咧，呢條大魚咧，根據佢嗰本書講啊，長18尺，重咧1500磅，哇！18尺嘅魚啊，比我3倍咁高，仲差倍多咁高。1500磅，我今年我家人都差唔多160磅左右啦，150幾60磅，我比我10隻咁大喎。咁啊好啦，佢就釣咗條大魚，咁啊佢啊從頭釣咗條大魚，掙扎搏鬥過程咁大條魚，唔係佢拖翻條拖翻嚟，事實上就係大魚拖住嗰條魚船，跟住拖住佢走。但係在呢個搏鬥個過程當中咧，佢就講咗呢本書，全本書最值得我哋去思考、最精彩嘅精華嘅説話。佢講乜嘢咧？佢話：魚啊，你唔好以為我會放棄你啊！我要你知道咧，我係一個點樣嘅人？我係一個寧可俾毀滅都唔會承認失敗嘅人。今日咧，你遇到我，你死定啦！真係我同魚搏鬥，條大魚真係俾佢玩死咗喎！但係玩死咗嗰條大魚太大隻，你根本上都唔可能將條魚行上去佢條船啦，所以就將條大魚咧綁喺佢個船尾時，就要撐住隻船翻到漁港啦啊！哇！佢跟住滿懷興奮啊！佢卒之咧就能夠真係成就咗佢個心願啊！要向全漁港嘅人證明咧，我呢個人係有用嘅人，我釣到咁大條魚，但係想唔到嘅，佢綁住喺漁船後邊嗰條船撐翻嘅時候咧，好多魚，嗰啲魚就跟住後邊一直喺度啄死咗個大魚喎！佢唔知道啊嘛，佢撐住高興，滿懷興奮翻到去啦，係咧。翻到差唔多岸上，佢都未將條大魚拖上嚟，佢就充滿咗興奮，走去全村向佢哋報告話：我今日釣到一條你哋全村嘅人從來冇打過咁大條嘅魚啊！你哋快啲嚟睇啊！咁啲人啊，成個漁村嘅人湧過海邊嗰處睇佢所打到嗰條最大嘅魚，哇！佢滿懷興奮啊，就將條大魚，佢認為最大嘅魚1500磅嘅大魚，長18尺嘅大魚拖上嚟，剩翻咩啊？佢將條骨啊！弟兄姊妹想喺我哋嘅生命係咪咁先？最後剩翻白骨一副啦，係咪啊？每一個人都係咁嘅生命個過程咯。睇到嘅唔係大魚係骨啊！我想係咪你同埋我一生嘅事蹟、一生嘅寫照？台灣天文合唱團曾寫過一首樂歌。日光之下有一個你，忙碌的人群中沉迷。日光之下有深深感謝，成功失敗盡都恐懼。係啦，只有在日光之上、日光之下，失敗空虛，日光之上嘅神嘅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哋成就嘅救恩，正係永遠常存嘅。你知唔知？真係我話不得神開我哋個眼，叫我哋真係睇到今日人嘅境況。人民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人民雖然主受過，人民走過我哋身亡，佢哋個眼中所流露出嘅空虛、愁悶，
佢哋走向一條未知之路。今日嘅人真係需要嗰位就係日光之上嘅主，人民需要主，人民需要主。當世人迷失嘅時，佢需要主。我請問下，有邊一個人你願意做嗰個導航器，指引人到神嘅面前？當人需要主嘅時候，你同埋我又到喺邊處呢？嗱，我哋真係要翻嚟聖經講到好多説話。嗱，你睇下頭先以斯帖記嗰時，當猶太嘅子民、神嘅百姓面臨亡國滅種大危機嘅時候，末底改咧呢位猶太嘅領袖就託人對以斯帖講咗一番充滿好警惕性嘅説話。佢話：你係皇后冇錯，你唔好想你在皇宮入邊咧就強過一切嘅猶大人得免這禍。如果你現在係閉口不言咧，猶太人、神嘅百姓、神嘅子民，一定神會愛你哋，會從別處得解脫無拯救。但係你記得，你同你個父家，因為你唔肯去做，你唔肯去見王，你同你父家就一定會滅亡啦。而且我特別個警告佢，提醒佢。你點知你得到呢個皇后嘅位份？你成為皇后，猶太人成為皇后，唔係為咗今日呢個機會咩？點解神俾你為你預備個機會啊？嗱，以斯帖聽咗之後咧，佢真係以實際嘅行動去回應咗末底改所講嘅話。16節嗰時話：你去招聚全書珊城所有嘅猶太人，就為我禁食3晝3夜，不吃不喝。我宮裏也要這樣嘅禁食。然之後我就違例去進去見王。好啦，我若死就死吧。嗱，你睇到以斯帖當時，佢真係用佢自己嘅生命作為一個代價，為咗拯救自己嘅同胞百姓，佢願意去見王。頭先我講過，如果王唔向佢伸出金杖，佢就一定死嘅。佢話：我若死就死吧。佢付出嘅個代價係一個極大個代價，係生命嗰個代價。嗱，呢個世界有3種嘅人。第一種嘅人係唔知道事情發生，呢種人咧係不知不覺嘅人。第二種嘅人咧係睇咗個事情發生嘅，係後知後覺嘅人。第三種人咧係使到事情發生嘅人，呢種人咧係先知先覺。以斯帖佢曾經係不知不覺教4幅嘅圍牆，佢根本上唔知道外面發生嘅事。後嚟聽到啦，係後知後覺，根本上係真係後知後覺。但係在呢個最緊急危機，想到佢度至親亡國滅種，得到末底改嘅提醒之後，去擺上佢嘅生命，神就開咗個心。真係叫佢睇到同胞軍人之親嘅苦痛，開咗個眼叫佢睇到同胞面臨嗰個危機，然之後佢就決定啦，擺上佢嘅生命，死就死吧。幾神奇！呢個現象真係好似第3種人咁，使到事情發生。因此，請我哋記得，每一個人在神嘅眼中入邊。你唔好看小自己，你在神眼中有特定嗰個價值。你為神所擺上嘅，頂住請記得，冇一個人代替你，神係要用你，冇人可以代替你。你同埋我都係一個最特別、最獨特嘅人。雖然我軟弱，雖然我係好微小，但係請記得，我哋所信嘅神係一位偉大嘅神。一位使到唔可以成為可以不能成為能嘅神，就用我哋個信心，用我哋嘅行動，用我哋嘅工作，我哋去證明呢一位你所信嘅、所依靠、所侍奉嘅神，真係一位非常偉大嘅神。呢首歌，呢幾個3行字，求你用我個口去傳揚。求你用我嘅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嘅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
等寶貴，係一首歌叫做《求主用我嘅副歌》嚟。求你用我的歌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給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我哋試唱下好嘛？雖然我哋大家都唔相信，做我哋今日嘅結束嘅祈禱啊！求你用我的歌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出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再一次，求你用我的你用我的手去作給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親愛嘅主啊，求你就垂聽我哋咁樣嘅祈禱，奉耶穌嘅聖名求。OK。唔知有幾多弟兄姊妹要守聖餐嘅，舉個手。OK 如果有嘅請你哋就出嚟好嘛。我哋嘅聖餐仲喺度預備。我哋預備心嚟守主嘅聖禮，即刻聽到我求主啊嘛！你們若真實嘅悔罪改過，以人親愛和睦立志更新，從今以後遵主的誡命行主的聖道，就存信心前來領受這聖餐，使你們得安慰，先當在無所不能嘅上帝面前恭敬嘅嚟謙卑認罪。我哋一齊認罪禱文。無所不能嘅上帝，我主耶穌基督個父，創造萬物、審判萬人嘅主，我哋素來全心説話行事都有過惡，但係得罪咗上帝，干犯了主的聖怒，現在我哋悲傷哀痛承認我哋所犯嘅一切嘅罪。我哋就為這些罪深深嘅懊悔，思想我們的過惡，心裏憂傷，就最前邊個父憐恤我們，因着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哋從前一切嘅罪，又求賜恩叫我哋從今以後能改過更新，遵主的聖意服侍主，得主的喜悅，將尊貴榮耀歸主的聖名。這是因為我主耶穌基督求的，阿們。無所不能嘅上帝，我們的天父，主曾發大慈悲，應許將赦罪的恩賜給誠心悔罪、真實信靠主的人。要求主憐恤我們、赦免我們，救我們脫離所犯嘅一切嘅罪惡，激發我們、堅固我們，使我們用於為善，能得你永遠嘅生命。這是靠我主耶穌基督求的，阿們。無所不能嘅上帝，我們的天父，為要救贖我們，曾發大慈悲，使獨生聖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獻上己身，為世人作完完全全嘅贖罪祭，只此一次。他又設入聖禮，叫我哋常紀念他受死，並在福音書上吩咐我哋常常奉行，直到他再降臨嘅時候。
就我哋恭恭敬敬伏求慈悲嘅父，應允我哋的禱告，又賜恩使我們遵着聖子救主耶穌基督的命令，紀念他受死而害，領受這餅和酒，就是領受他的聖體寶血。主耶穌基督被埋在那夜，拿起餅來就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的門徒說：你們拿着食，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如此行，為的就是紀念我。飯後再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給他們說：你們都要喝，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為你哋和眾人免罪流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我哋一齊讀謙恭繼主嘅禱文，自己嘅主，我哋來到主嘅聖桌前，不僅靠自己嘅義，為靠主嘅大恩典，我哋就是實取聖座下嘅零碎也是不配的。為主永無更改，常施憐憫。我們求主賜恩，我能領受上帝愛子耶穌基督嘅聖體寶血，使我哋獲得生命，獲得盡益。因用耶穌嘅寶血洗心清淨，我哋就常住喺基督裏邊，基督也常住在我裏邊。阿們。大家請跪落去，如果有唔該。我哋全入咁一生一齊要用嘅。我哋一齊嚟飲杯，紀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哋自己嘅身體所流出個寶血。你知唔知請起立？我哋一齊同心祈禱，即弟兄姊妹在座嘅都起立啊！親愛主耶穌基督。今日我哋呢啲蒙恩得救不配嘅罪人，我哋翻到你個寶座之前領受呢一個咁嘅聖禮，記住主耶穌基督你嘅大愛，永生不能死，冇罪不應該死嘅主，為我哋死在十字架上。我哋知道你愛我哋，你用你嘅生命成為我哋嘅贖價，成為我哋嗰個代罪嘅羔羊，默默無聲被牽到宰殺之前。但係主你唔係單單只有為我哋死，亦都為我哋從死中復活，你勝過咗死亡，係我哋生命嘅主宰。今日我哋總弟姊妹，我哋領受呢個咁大嘅恩典，我喺處我哋聖餐係紀念你為我哋捨身，為我哋流血所成就個救恩個功勞。但係我哋每個人都存入咁一生領受，亦都唔係單單只係領受，讓我哋都成為主你自己嗰種嘅一個傳福音嘅渠道。讓我哋每個生命成為一個福音嘅個大柱，能夠使到人能夠從我哋生命當中睇見美好嘅見證，以至到佢哋都願意歸順在你個名下。天父，我哋今日感謝神恩典，叫我哋一齊相聚在呢處，聆聽你個説話，一齊詩歌讚美你。但係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好啦，請坐，我哋就。今日傳道好似阿傳道，有傳道有咩報告啊？你知
啊。咁我哋一陣間都有午餐嘅時間，午餐前有少少嘅報告嚇。咁咧今日有幾個事項，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咁今日我哋喺我哋當中咧我哋4月1號起咧，我哋新嘅助理傳道林君富牧師已經到咗任啦。咁佢今日喺我哋當中，我想介紹佢。林牧師主要嘅工作咧就係中文嘅事工嚇，咁喺呢個教會裏邊去發展唔同嘅中文事工福音工作，包括好多培訓嘅工作嚇。咁其中喺福音聚會呢度所聚集嘅弟兄姊妹或許我哋都有一啲嘅空間可以咧再去學習聖經呢一度咧，我哋都期待嚟緊我哋咧有一啲嘅安排，讓大家咧都可以喺聖經裏邊咧多啲嘅學習，一齊嘅彼此去喺靈命裏邊有成長啊！咁咧就另外有2樣嘢要都係喺度要同大家去分享啦。第一樣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咧教會好希望咧可以即係去製造一個安全嘅空間啊！咁安全包括好多種嘅，除咗我哋整得啲地方好啲之外咧，咁咧仲有就係一種嘅環境，讓到大家咧當有危害嘅時候咧，能夠有能力咧去盡快去揾出嚟，同埋咧係有跟進咁樣。咁所以咧喺英國呢度嘅政府或者教會咧，都會有安全保障嘅學習啊。咁呢個叫 Safeguarding 安全保障嘅學習咧，我哋早前咧已經喺大概1年內咧，我哋已經做過一次，係星期日朝頭早嘅呢個時間嘅。咁但係咧有啲弟兄姊妹咧，可能即係星期一朝頭早都係能夠上堂啦，咁我哋咧嚟緊6月2號啊，6月2號咧都係星期一嚟嘅，就會做一個晚上嘅課程。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咧，就算星期一朝頭早唔得，譬如要翻工咧，都可以夜晚嚟到嚇。咁我哋要報名咧，就係喺個報告板上面有 QR code 啦，或者係直接揾Eugene都得㗎。咁另外就一陣間我哋食飯嘅時候，順便攞午餐嘅時候咧，喺出邊嘅台面咧有2張卡嘅。咁咧其中一張卡咧就係我哋其中一位會有弟兄 Eric Chan， 佢媽媽喺香港咧剛剛過身嚇。咁我哋咧都為佢帶上一啲嘅祝福同埋安慰，請大家喺上面簽名。另外咧就係另外一個好消息嚇，咁咧就係香姐係咩？香姐仲喺廚房，香姐喺出邊啊！香姐咧就點啊？大家知唔知啊？娶咩啊？娶新抱嚇，咁佢咧我哋咧都恭喜佢，並且咧我哋預備咗一張張卡啦，就去恭喜下。咁一陣間咧我哋大家可以寫啦，咁可以同香姐講香姐，我哋講緊出邊預備咗一張卡俾你，恭喜你娶新抱啊！係，我哋恭喜你啊！咁大概嘅教會嘅信息咧就講到呢度。咁午餐嘅時間，我哋感謝弟兄姊妹嘅安排啦，亦都感謝天父俾我哋嘅供應，可以我哋相聚一齊午餐啦。咁亦都邀請服牧師為我哋一齊為我哋嘅午餐祈禱啊！請第一起立啦，我哋親愛主耶穌基督，感謝你恩典，今日我哋相聚在一齊。能夠一齊嚟係聆聽你嘅説話，得到你自己靈命嘅造就。係我哋每一位都能夠珍惜我哋心理上嘅需求，亦都為著今日我哋嘅午餐，我哋獻上感恩。弟兄姊妹努力愛心為我哋預備嘅午餐，讓我哋存感恩心去領袖。多謝人俾我哋嘅愛，感謝神嘅恩典，奉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請坐。